这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在美国15号伫美国旧金山起稿。今年由原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要代表总统参加会议。今仔早起，总统府嘛召开记者会，蔡总统是交代代表团爱甲国际传达4项信息。那张忠谋表示，伊会达成任务。2023年 APEC 嘅领袖会议要伫15到17伫美国旧金山举行。总统蔡文阁邀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台湾领袖代表。行前记者会也亲身交付代表团向国际传达4项信息。第一，台湾将致力促进区域的和平及繁荣发展。第二，台湾将跟各国合作，打造更具弹性及韧性的供应链。第三，我们将努力的推动绿色转型，致力于缩小数位落差。代表团的团员都是协助台湾走向世界的重要的力量。我要感谢各位的努力和付出。91岁张忠谋伫蔡总统任内已经6摆出任 APEC 嘅领袖代表，加上2006年是第7摆。张忠谋表示，真欢喜接受总统的任务，会努力完成。没有一个 APEC 的会反对这个区域的和平跟繁荣，我会努力的完成这个总统给我们的任务。张忠谋甲夫人张淑芬按算伫美国西岸时间14飞到旧金山，驻美大使萧美琴被设宴款待。了后出席美国总统拜登的接待会晚宴，搁伫17参加经济领袖会议了后，伫当地开国际记者会来说明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